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有感而发》第4集，我是小张。真久无来录这个台语有感而发，小张以前捌讲过，会来录这个第一篇的有感而发，拢是因为有一寡话，有一寡想法，积伫心肝头，无法度讲出来，真艰苦，真郁卒，所以咱今日就要来直球对决，小张要来挑战陈世明博士。伊讲即个夏商周语言一次搞定，小张要甲应讲夏商周语言一次搞定个屁，嘿嘿，安尼讲敢有道理？咱今日就要来讲清楚，说分明。已经真久啊，小张拢无讲陈博士的长底，今日是安怎要来讲？原因就是有一位陈博士的粉丝来甲小张呛声，伊问我甲陈博士有啥物冤仇？我请伊去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20集，结果伊骂我是老翻颠啦。讲完老翻颠了后，伊阁讲我是白痴啦。虽然我生气，我嘛是真有风度。我甲讲，即摆互你机会，伊安怎对，我安怎毋对，你讲互清楚。结果伊怎无回啦？即摆陈博士实在是有够衰，拍咧嘛着枪，但是爱讲诶话嘛是爱讲。一开始。咱先对下调开始讲起，虽然中国传统文献内底甲下调有关系的记录真济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拢也未发现公认下调存在的直接证据。这个直接证据就包括文字，拢毋捌发现。所以伫这个历史学界内底，一直有未少人质疑下调的存在。规个历史学界、规个考古学界、规个文学界，大家拢咧找。拢在找啥？拢在找即个下调存在的直接证据。陈博士，你毋着较好心咧？你若是有直接的证据，你若是知影讲下调的人写啥物字、讲啥物话，你毋着紧甲证据摕出来，互大家评判一下。讲完下调，咱即马就来讲上调。来到上调的时阵，就已经有文字的记载。上有名的，就是上代出现的甲骨文、甲经文。这是即马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。甲骨文生做3款，小张互大家看卖。这就是甲骨文。陈博士，你毋是讲夏商周语言一次搞定？安尼表示你真朴嘛？夏商周的语言你拢会晓嘛？来，这篇你来读看卖咧，较好汉咧，莫闪。上调了后，就是周调。这个周调阁分作西周。甲东周，周调将文字产生到春秋中叶，书面文学逐渐形成。古代散文由句而篇，由简而繁的过程，这个诗经的作品就是一个上好的代表。这个周调的经文到底生做3款？咱来甲看卖咧。原来就是生做安尼哦。陈博士讲夏商周语言一次搞定。安尼就表示夏商周的语言，伊拢通嘛，伊拢会晓嘛。若是安尼，咱就请陈博士来甲咱读看卖咧，甲咱教育一下。即马小张有3个问题要来请教陈博士。第一问，下调无文字嘛无考古的证据，请问陈博士要安怎证明下调讲啥物语言？请陈博士提出证明。第二问，这个上调的甲骨文。目前为止，差不多发现5000几字，但是破解的差不多1900几字。小张要来请教陈博士，请问甲骨文你熟悉几个字？你帮忙破解几个字？陈博士讲夏商周语言一次搞定。若是安尼，陈博士已经拢会晓啊嘛，就请陈博士找一篇甲骨文来读互大家听看卖咧。第三问，周调的经文已经发现的。差不多有3000几字，目前破解的差不多有2000几字。小张要来请教陈博士，请问经文你熟悉几字？你捌帮忙破解几字？既然陈博士讲话开口遮粗，咱就请陈博士来读一篇经文，互咱听看卖咧。咱毋则知影讲周调的人讲啥物话，写啥物字。既然咱就已经讲遮济啊，咱就顺顺煞煞。来讲陈博士上爱讲的西汉洋向的方言，这本册
拢总超过11900字，分作13卷，拢总有669条。伫即个所在，小张要来请教陈博士，请问即个669条内底，你破解几条？过来，假使即个闽南语若是像陈博士讲的，会使改方言意思，那安尼为何不破解全书？是咧等啥？过来，为何陈博士讲来讲去，就是迄几条？迄几条拢总斗起来，敢有够1%？就算讲你有1%的证据，敢会使讲100%的话？这敢是做学问的态度？其实小张真替陈博士烦恼，安怎讲？陈博士即摆的处境真困难。你甲看，陈博士徛伫一个真悬的台仔顶，一个徛起哩，就开始发声。伊讲啥？伊讲的拢是一寡高来高去的话题，包括讲夏商周语言一次搞定。小张就甲应讲，搞定个屁！下条的证据先摕出来，上条的甲骨文。周条的经文摕来读，若读袂出来，喙就读起来，小话毋通胡白乱顶。伊阁讲啥？伊讲语言3000年不变，是安怎伊敢安尼胡白乱讲话？因为你毋是3000年前的人，我嘛毋是3000年前的人，要花大家来花嘛，伊就是即种的态度嘛。过来，伊阁讲啥？伊讲只有闽南语能解方言一书。好啊，你拄好就是闽南语的专家嘛。你著甲方言即本册规本拢甲破解，莫讲10成啦，有5-6成，小张嘛是甲你学老啦。若是无法度破解，讲来讲去就是迄几条，1%的证据，要讲100%的话，这著号做教歹囡仔大细。陈博士，你安尼扑甲遮悬，喊甲遮大声，但是你敢捌想过你要安怎落楼梯？小张是捌替你想过啦。第一个步数，你会使讲粤语。甲客语嘛是上古汉语，你若是安尼讲，楼梯就已经落一半啊。但是你刚刚啊袂，你刚刚啊要讲台湾闽南语，就是正港的上古汉语，就是雅言。若是安尼，即个步数都袂用值啊。第二个步数，你会使讲语言的变化。你若是安尼讲，大家嘛有法度认同。但是你偏偏啊要讲语言3000年不变，若是安尼，即个步数嘛阁袂用值啊。第三个步数，你嘛会使讲我都毋是专家，但是即摆规台语界内底讲话声扫上粗、上臭屁的，就是你陈博士，所以即个步数嘛袂用值啊。咱即摆就来看你要安怎落楼梯，敢讲你真正会飞天、会撞地、骗小的？咱来讲结论：第一，请陈博士提供下条存在的证据甲文字，有证据甲文字。咱毋才知影讲陈博士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第二，请陈博士破解上条甲周条的文字，甲即个甲骨文甲经文摕来读，读了若是会通会顺，咱毋才知影讲陈博士确实会使甲夏商周的语言一次搞定。第三，请陈博士用闽南语甲方言意思至少破解6成以上，1%的证据袂使讲100%的话。若无，就是欺骗社会。第四，咱退一万步，就算讲台语是正港的上古汉语，又如何？讲甲专理论了了，你到底会晓写几字？这才是重点嘛。今日小张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